嗨，我上一是伊，你家没忙不休息啊？我搞不起来，我那搞不起来穷。我那这边来台湾那就查手，看现在没忙不真这样啊，搞不起来，去年什么时候？你没忙不，等你我资讯差不起来都，等你那边也不多，等你是你吵架那是的，等你资讯前的年前的差不现在我根本就俺家人家拜托了。那俺家人们没先辈是他同没着，俺家是不是人说，天天嘞看他叔叔如果这些给些，你这切开的切的看他这个的什么开始的，切没切了看他去年度什么，你俺家人们嘞看他这切他们是切的开始不的什么，等你给些的什么根本就你俺的下半年我给写完吧，天天。对的，或者糖果的没什么就是来面多，这里啊没出去的你也对的啦呢。等你俺糖果到写一写，俺家人，把或者就是老婆或者打招钱，现在嘞没说那些同他出面多，天天他都没忙不了，俺自身差不修东西。其实年前的叔叔看到这钱他些钱的呀，最少呢，等你他个那边这个的生意。你最新节的糖果叔叔了，越南面的看到有多好些钱呢？等你人心去，越南那么团结，要不要的生意？天天糖果俺年都团队什么？什么俺那时候说开始呢？8点的看差不多态度吧。知道年冬嘛，你们可能要买的，那嘞，等这个都把讲了贴起来，看到见面都看到，他都是上次当时什么？你什么丢失了都开始呢？俺那嘞看到如果钱去不吧？等你。看到可多点也不是他穷什么的，但你看对那嘞，俺家人那嘞，其实让吃当的了，农村面的，俺的人看到吃的吃好什么的，最新的糖果的是让个吃的那嘞，这里啊，你压力啊，做的什么的，你其实起码俺人家你是你的吃的呢，等你俺的开始能信息了，啷个面多，开始呢也给做什么的，那嘞，他都俺家到处啷吧，俺都是搞不起来穷你。没忙过，真正搞不起，我呢是哪里搞不起来穷，你讨价那些人家了。